惊高雄连续的杀人案，警方伫昨日嫌犯弃尸会游的所在，也就是新光桥设置这个哪吒网，想要获得更较侪这的证据，并且讲监视器有录到这个嫌犯去这个溪畔有18摆去倒物件，敢若是这个肉油也是分尸的物件。警方不排除凶嫌将这个肉油呢冲入水缸内，佮利用鸡尸要进行采证，同时成立40人的营案小组要调大量的监视器，负责嫌犯各种动作，希望讲找出更较侪伊犯案的证据。高雄连续杀人的案件，好尸体行动进行到第6天，警消继续伫河边甲岸边找证据。警方透露，已经调到监视器，录到嫌犯捌前往岸边18摆，疑似将尸体对塑胶袋内底倒出来。监视器画面是捕捉到张姓凶嫌在200公尺外的金拱桥来弃尸的画面，因此警方就在这个成功桥的桥墩架设了拦截网，希望能够捕捉到任何体积较小的碎石块。除了将尸体等入去运河，警方也无排除嫌犯将尸体冲入去厝内公线。监视人员伫凶器液镜仔甲公线，运用家己做工具来采证。监视中心改装工队疏通器，会当存入去内旁所在，存入去长度有4公米长，会当将公线内底物品拿出来。甲这个分尸这个人了，提蛋袋了转来，甲涂骹扫扫的肉油啊，甲血迹，伊会怎啊无度蛋，就是蛋落去马桶内底。看你若讲迄粒头。要等落马桶啦，即摆是无可能。张警方第2摆搜证，招提嫌犯等下到厝内5点外证据，也阁无进行案发的模拟。互嫌犯在场，除了是符合侦办的情书，万疑似想要透过互嫌犯看到警方采证的过程，增加伊压力，进行心理攻防战。警方也对各分局召专才，组成40个人的营案小组。2月7号开始调上千机的监视器，分析嫌犯的动作甲锁档的路线。按涉案人员移动之轨迹以同心圆、暴风路径追踪模式，沿线调阅上千支公家及民间监视器。警方想尽办法，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关键的证据破案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